另外來看，受到這波鋒面甲西南氣流的影響，今仔日除了這高雄市5個區市停班停課以外，頭拄這南投縣仁愛鄉呢也宣布自中晝12點開始，也是停班甲停課。因為這波大雨呢，讓全台灣的水庫是有加卡止水大，曾文甲烏山頭這蓄水量攏已經超過15%，因為南化水庫呢甚至是超過40%的。目前這南部外海呢是抑閣有這對流當咧發展，水利署也期待講後一波這落雨呢，會當讓曾文甲烏山頭水庫這蓄水量，希望攏會當超過2成。水庫集中區烏陰，因為佇車到地流方面，還有西南氣流落大水雨影響，全台灣水庫攏有入效。其中因為頂半年降雨較少，水情較暗的南部，曾文甲烏山頭水庫蓄水率到初十透早為止，分別提升到16%，還有25%以上。山頭這幾天已經帶來約7800萬噸的水量，而南化水庫也有4300萬噸的這個水量。而曾文跟烏山頭水庫，我們預估這一波的降雨11號甚至到12號結束以後，有機會能夠突破2成。除了因為洪做大水，別甲空的阿公店水庫、南部水庫蓄水率都有明顯提升。其中南化水庫因為繼續佇咧南河堰下區引水，蓄水率突破40%。南部山區繼續落雨，希望對西南氣流減弱。氣象署透早已經解除較大規模，也是落大水雨的加強作業。不過各地還是有可能有短暫的強降雨。鋒面帶上面目前就是在屏東附近，還有台東，整體上來說雨量還是比較偏大，那也有時雨量來到40毫米以上的一個情況。那另外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區，其實整體上水汽還是有比較偏多，雨量上面也是有逐漸在累積的一個情形。屏東內部透早雨直落，予屏東科技大學的學生敢會當壓雨上課。氣象署表示，受到鋒面甲西南風的影響，未來這幾天全台灣的天氣還是真無穩定。除了13降雨有小可轉雨，到後禮拜15為止，西北部地區甲東部山區還是有局部大雨，還閣有短暫的大水雨的發生，提醒大家要加注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